份爱终点了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。苦头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就用这一份爱活出来。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亮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主要谢谢你，今天带领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要来这里敬拜你，来这个喜乐的夜晚。 因为你今天诞生，我们今天的晚会就要开始喽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请我们教会的弟兄来。第一个节目是平安夜，还有圣婴孩主耶稣。主耶稣，我爱你。
牧师来为我们祷告。咱三个同心来祈祷。因为上帝，阮今啊，阮正兄弟姊妹拢组织伫遮，阮三个来庆祝主你降生的日子。主啊，阮知影全世界拢咧庆祝这个。主啊，因为你甲阮讲，你是世间人的救主。主耶稣，当你讲世间人的救主，就是咧指阮，无论阮有信甲无信。主啊，你的罗宝定啊讲，阮只不过比遐个无信的较大声认捌你尔尔。因为上帝，今日我有这个好的机会，阮万民教会你亲身设立的，阮三个做伙组织伫遮来做庆祝。主啊，这是我你的要紧。我若看见有济济你的囝儿啊无认捌你的人伫阮的中间，还有济济人伫阮的中间。主啊，你的灵要特别甲阮三个伫，甲因三个伫。也帮助因，互阮伫遮会当甲因做伙同欢喜，祝你降生的日子。主啊，阮相信上帝，你拢有特别美好的旨意。你透过你的降生，你甲世间人讲，你甲阮讲，你是阮的阿爸爸上帝，你是阮的救赎主。主啊，因为阮知，阮毋拢对你遐来，特别上帝。伫世界有一个科技真发达的国家，因嘛袂了解、袂明白，总是当因去到宇宙的，伫天顶的中间、宇宙的中间，因看见这么大的宇宙到底是甚物人创造？主啊，因拢毋知，阮知，因为拢是创造上帝助力来创造，包括阮。特别上帝，阮每一个人拢是你所创造的，包括有信无信。特别上帝，这种的恩典福气，实在是满满。啊，阮就着这个机会，今日啊，阮组织这个所在，阮组织要来欢喜祝你降生的日子。你为着阮来劳会，来救赎阮，找你的独生囝来降生伫这个世界。主，阮甲你感谢。特别上帝，今日当阮对头到尾，我们将这个欢喜的、快乐的这个暗会，完全交到上帝你的手。愿你对头到尾，甲阮引带，互你的灵有能伫阮的中间，也互阮所做，也互阮所做的一个表演，拢会当荣光你的名，利益你一个人，也带来上帝你的囝儿的欢喜降生伫这世界的欢喜，也分互阮厝边隔壁，阮每一个人来参与的人，也使阮每一个人参与的人的家庭，也拢有亲像阮咧庆祝你降生的这个欢喜甲快乐。主啊，阮的透过下暗，会当将欢喜快乐带互阮的厝边隔壁，带互阮今日所有来参与这个暗会每一个人。阮对头到尾，阮要将这个交代你的手，愿你甲阮带来个引带。要开始的在先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安尼感谢祈祷，拢上个最后所重名来求，阿门。